今天的剑术考核将会由四殿下亲自把关，败者逐出军营。望众位将士可要好好把握机会。比赛开始。怎么回事？地断了！这弓箭怎么这样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没用过呀，这是啊。对啊。直接开始下一场考核。是殿下。众将士，接下来的考核项目是摔跤。下一轮的对战者：张拖把、牛大力。就这么些人啊？我还以为能有多厉害呢，也不过如此嘛。张拖把，这位牛大力，人如其名，力大如牛。我看呀，你还是趁早认输吧。谁怕谁啊？比赛开始。死拖把！哎，你敢和本殿下单挑吗？殿下。嗯。输定了。谁说谁赢还不一定呢。我的屁股，竟然，竟然，你醒一醒！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太任性，我第一眼就喜欢你，我再也不逼你做我的驸马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和你说好多的话。你别哭了，你别哭了，吓死我了你！你别碰我，我起来。没事吧？姑奶奶，我为了救你，把这条胳膊摔伤了，年将仇报啊！啊，你胳膊脱臼了？哎，别碰我！让我看看。别碰我！那我刚才说的话，你不会都听见了吧？什么话？我才没有听见。四殿下。永都官，你怎么来了？四殿下他手怎么样了？脱臼而已，没有大碍的。你对四殿下很在意吗？你可以进去看看他。谢谢冷都官。哼，三殿下。四殿下在军中藏匿了一个女人，是吗？千真万确。虽说皇子在成婚之前养几个姬妾算不了什么，不过那可是军机大营。况且，四殿下正在受刑伏法，此事若是让皇上知道，
定会龙颜大怒。三殿下，三殿下，你继续说。啊，此事若是……卓儿，我们深夜造访三殿下府，你一定要当心。你到门口去守着吧。是殿。王爷是不是太过紧张了？夺嫡之路艰辛险阻，殿下不是不知。若我们不竭尽全力，便会坠入万劫不复。这点谨慎，和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相比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王爷费心了。这场仗若要赢，臣所做的一切皆是外力，而真正取胜之关键在于殿下自己。就刚才殿下这种神思不属的状态，恐怕又会失去一个扳倒陆障的绝佳机会。回京后，朝中事务接踵而来，我近日确实是有些疲累了。像殿下这种血气方盛的年纪，只要睡上一觉，便可解身体之疲。但若是为了女人乱了心智，那还谈何大业呀？王爷言重了。殿下，您非常人，所做之事也非寻常之事。有朝一日登上九五，别说是一个女人，天下女人皆会为殿下争相追逐。若此时功败垂成，殿下想一想，就算他现在属于你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他还会对殿下不离不弃吗？王爷误会，我刚才分神，只是在想，四弟虽然顽劣，但却远不至如此轻浮狂荡的地步。消息也许不实，殿下不必担心真假，卓儿已将此事调查清楚，臣明日就找人草拟奏章，启禀圣上。皇上罪记皇子荒淫。接下来的事，殿下只需要想一想，如何利用这个机会。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老四在军中藏匿女子一事，荣爱卿，你以为是捕风捉影、凭空捏造，还是确有其事啊？陛下相务急于断定，依臣看，只需派人前往军机大营探查一番，一切皆可水落石出。老三，你是清染的兄长，你怎么看？四弟一向性情桀骜，言谈随性，或许不知何时曾无意开罪过那帮文官，儿臣选择相信四弟，也愿自请前往军机大营查证，好还四弟一个清白。朕就派你以阅兵为由去查探。荣爱卿，你也同去。等回来之后，在那帮老家伙面前，也要给老四做个见证，省得他们总以为是朕偏私。派老三去，就是为了包庇他。儿臣遵旨。云潜月，你给我出来！爷爷，怎么了？哼，你是不是要女扮男装，跟着四殿下进了军机大营了？哟，那都是我小时候干的事儿了，现在跟我算账，哼！那今天为什么在朝堂之上有人弹劾四殿下藏匿女子？
完了完了，爷爷，快点，10万火急，借一下你的军令牌一用。啊？驾！驾！站住！什么人？亲人，亲人，亲人，哎，叶倩在哪儿呢？啊，小丫头，你们两个，你怎么来了？小丫头，我可以解释的，我可以解释的，你快起来帮我解释解释。你别睡了，你快起来你！哎呀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月姐姐是自己人，懂的呀。对啊对啊，我都懂的，不用解释。不过你得赶紧穿衣服跟我走了，你三哥跟锦世子马上就要过来了。啊，来就来嘛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光明正大的很呢。恭迎三殿下。三殿下，通传下去，本王奉圣命临时阅兵，立即封锁各大营出口，营中之人一概禁止外出，违令者斩。是。真是没想到，四殿下的军帐内果然藏匿了一个女子，就是不知道这位女子能不能配得上四殿下呢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，本郡主是拿着令牌大大方方进来的。什么叫私藏女子啊？啊，怪不得你们古代这么多冤假错案呢。月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四殿下病了，我来看看。四弟这是怎么了？四殿下，他感染了恶疾，生人勿近。啊，是啊，三哥，我身上奇痒难耐，你不要靠近我啊！哎，不会是得了什么天花之类的病吧？这可是会死人的啊！我浑身都很痒，不会真的可能不幸让冷世子说中了吧？景世子在此，没有什么病是他诊断不出来。景世子身体弱得很，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？他可是出了名的治得好别人，治不好自己。云郡主还真是情深意重啊，这会过人的病也敢前来探望。四殿下很冷吗？盖这么厚的被子不热啊？哎呀，我生病了，浑身冷得直哆嗦，要不然你上来给我暖暖床啊？四殿下的被子你都敢掀，活得不耐烦了？来意。真是非常奇怪啊！四殿下生了这么重的病，你留在他身边照顾他，你就不怕被传染？我好痒，好痒！你们还不走啊？让不让人养病了？小丫头，快把他们赶走！都好了，我自己向父皇解释。四殿下都下逐客令了，我看你们也不好在这里打扰别人休养吧。走，慢走不送啊！景世子，啊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哎，景世子，等，快点慢着吧，公主啊！
我告诉你，你赶快给我滚，要不然我剁了你！我就不走，闷死我了！给我道歉！道歉？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给我滚！就不走！锦世子3尺。锦世子，我警告你，离我3尺远。亲都亲了，还3尺呢。真不害臊。哎呀，我是为了叶倩，又不是为了叶清然，干嘛生那么大气啊？你就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这一次嘛。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啊，干嘛这么小心眼儿呢？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嘛？这样吧，我发誓，从今以后我只会有一个男性朋友，就是你。我可受不起。你笑什么？我笑，我们云端高阳的锦世子居然是个醋坛子。不过呢，你吃醋的样子还是蛮可爱的。何为醋坛子？就是特别的小心眼儿。哎呀，你就不要再生气了。我还以为心意相通的2个人，不用解释都能明白对方呢。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过来。啊。簪子都快掉了。掉了就掉了呗，到时候你就可以送我一个独一无二、只属于我的专属品。何谓专属品？就是你把你的心给了我，你就只属于我一个人，谁都抢不走。被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反倒不会说话了。那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何事？消息准确吗？殿下，兰家的密报一向无误。双生子在天上本就是影响国运的大忌，当时也曾有流言传出，皇上也曾对此事心有余悸。岳齐形势不稳，东海国又趁乱作祟，凤凰关又起水患，内忧外患呐。最近真是不得安宁啊！无虞呢？师父偶感风寒，不宜御前侍奉。一晃你师父也老了。奴才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其实，陛下，您有没有想过，造下了孽障，影响了国运的人，说不定另有其人呢？前阵子，奴才有个同乡前来京城寻我帮忙，闲谈中透露出乡里有个稳婆，阔绰得很。一次他喝醉了，说以前他在云王府做过事，后来云王府给了他一大笔钱，就把他给打发了。其实是因为他知道云王府一个天大的秘密。说，当年云王妃诞下的乃是一对龙凤双生子，因在天上，双生子视为不祥，要被诛杀，于是云老王爷就偷偷的送走了其中的一个。皇上恕罪，是奴才多嘴了，云王府一向忠心。
阴阳卫，快去禀报老爷！阴阳卫都给我听清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云府上下连一只苍蝇也不许飞进去。不管是谁，没有皇上的圣旨，一律没有情面可讲。尤其是云浅月，一旦发现他，立刻将他软禁在云府，不得外出。都听明白了没有？是。小姐，你干嘛呀？小姐，出事了，云府被封了，连老王爷也被禁在了府中。那个秦都官正带着阴阳卫到处找您呢，您可千万不要回去。怎么回事？小姐，三殿下，我有办法，先跟我回去。可是，三殿下真的能帮我？父皇派阴阳卫对云王府下手，不过是听了一个双生子的传言。这事要解开不难，可是冒的风险极大，搞不好还会让父皇以为我跟云王府早有勾结。那，你要是这样做的话，会不会引火烧身啊？我为你付出，是真心真意，理当如此。你这样冒死搭救云王府，真的就没有什么所图？若说有所图的话，娶你算吗？啊？月儿，你我相知多年，我愿意为你挺身而出。看来我掏心掏肺也换不来你一句以身相许啊！你这根本就是趁火打劫。我愿意为你挺身而出，是真的在意你。若我趁你危难时逼你嫁给我，这样的男人连我都瞧不起。若你信我，就安心等着。好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还是回来了？嘘，现在什么情况？二娘在后院大吵大闹的，好像准备收拾细软要出去避难呢。让她走吧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家里钱一分都不给她。哎，爷爷现在怎么样了？老王爷将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，不许人伺候。大小姐去探望他，也被他呵斥了出来。现下府中人心惶惶，都在猜测是为何惹怒了陛下。小姐。又香又甜又清新降火的莲子羹来喽！要不要尝尝？云府上下就你没规矩，不敲门就进来。我知道爷爷最疼我了，所以我也最疼爷爷。晚饭吃不下，夜宵总要吃一点吧？这可是我亲手炖的啊！怎么样，好吃吗？不错。爷爷啊，这双生子的传闻是真的假的？都说这无风不起浪，现在啊，外界盛传。我跟你说，以后在这个院子里，任何人不准提及此事，包括你。如有违反，家法处置。我也是听别人瞎说的。祸从口出。我跟你讲，所谓双生子，这是个由头，最终很有可能祸及云府，还可能连累到皇后。所以以后谁在这个院子里传谣言，立即给我轰出去。是，爷爷，那您不生气，多吃点，吃完早点休息啊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
记住啊。嗯。父皇，若云王府一事是真，此人又如何会丧命？况且此事事发突然，幕后之人在短时间内便灭了宫中之人的口，想来不是云王府能力所及啊。父皇有疑虑，儿臣并非不明白，只是此事盘根错节，万一有人存心嫁祸，除去了云王府，那下一个又会是谁？这便如三国鼎立，动一个，三国亡。父皇一向英明，有些千秋大计，不在一时。叶儿果然是尽意了，朕是时候放手，让你去办一些事情了。这件事叶儿去办。传朕旨意，三皇子叶天意自即日起监国。领旨。儿臣谢过父皇。朝中近来虽无大事，却琐事不断，父皇还是要多保重身体。嗯。三殿下，皇上真的收回成命，不再软禁云王府的人了。父皇查清此事是有人故意谣传，我此番前来正是要撤走云王府府外的侍卫，顺带来看看你。太好了，不过皇上偏听偏信，难道就不该道歉吗？月儿，不许胡言。本来就是，明天我一定要去找皇上姑父，好好理论一番才行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或许是有人借着此事，故意离间云家和父皇的关系。你这么一闹，不是让皇后为难吗？你说的也是啊，反正这次还是多谢你了。跟我说什么谢啊？以后不许这么见外了。我已暗访过了，当年慕容案幸存下来的人都说，慕容家满门抄斩，与云王府有关。慕容案疑点重重，云老王爷却草草了事，不禁令人生疑。公子，不如我们将慕容案的卷宗找出来，一探究竟如何？天气真好，哎呀，小姐，景世子的信。景世子还真是有心，一早身体微恙，还特意捎封信给小姐。哎，爷爷起了没？我给他请安去。小姐今日怎么如此勤快？我现在学有所成了，自然要让爷爷来兑现承诺了。以后这云王府的掌门人可就是我了。爷爷，你不是答应我，等我学有所成之后，你就让我掌家的吗？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现在连景世子都写来书信替我求情了，怎么还不肯放权啊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了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喂，我什么？哼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家里有什么宝贝，你肯定偷偷藏着，怕我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我藏了宝贝的啊？哎呀，爷爷，我不管，你答应我了，你说让我掌家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。不行不行，
不行。哼！爹呀！我还以为爷爷最懂我呢，没想到爷爷对我这么不好。早知道你们就该带我一起走。大清早的，你给我唱什么戏啊？你是青衣还是花旦呢？啊！于浅月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你这种把戏，我800年前我就会了。爷爷，谁不知道这云浅月他在天上可是出了名的大字不识，他连账本都不会算。才不识字了啊！我在景世子那儿上那么长时间的课，你可能学了吗？就你这脑子，你能学会吗你？怎么学会？你就学不会。我知书达理，要是云府长女，我哪一点不比我强？哼，拿来。爷爷，成何体统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就给你15天时间，你要是15天之后，15天够了，爷爷，谢爷爷，你15天要画不好，我跟你说我就拿回来。你给我回来！哎呀，累死我了！这云府也太大了，找了一整天，哪有什么破卷宗嘛？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陈仁和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因为想你了。真肉麻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为了给你找那个什么卷宗，哎呀，累得我浑身疼。我不管，要你喂我。遵命。哼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这云王府都快被我给掀了，我也没有找到那个什么卷宗。哎，你干嘛非要找到那个东西啊？喂。哦，没什么，不过是受朋友所托帮个忙罢了。要我说啊，说不定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在云王府，你们搞错了吧？我去找找。趁着老王爷出去吃酒，我们哥几个也偷个懒儿，找个没人的地方喝几杯。行，叫上后院的兄弟来几句。刚才我去看过，郡主那边都熄灯了，应该早就睡下了。哦，走吧，走，凑人去，凑人去。
老爷，您回来了，奴婢去厨房给您备些汤水吧。不用了，你下去吧。走了都不说一声。太熙9年，陛下得到消息称慕容氏重掌其地，志在暗中扶持人马，意图复国。臣巡查办案佐证，在搜查慕容家时，发现其与齐国复国旧部来往疏泄。慕容氏虽归顺天圣多年，未有过僭越之举，但此次却人赃并获，遂将慕容家满门抄斩。好一个人赃并获！就凭几封不知真假的书信，满门抄斩，我看这是惨遭暗杀。慕容家对天圣忠心耿耿，怎会伙同齐国旧部复国？云老王爷一向忠肝义胆，可在此案上却是如此是非不分，草草了事。我看这云老王爷也脱不了干系。甚有传闻说，当年暗杀慕容家之人，正是云老王爷。为了赶尽杀绝，他甚至派嫡子追至南梁。我还是不愿意相信。先别妄下定论，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当年的知情人，这样才能得到真相。公子，容我再多言一句。公子和云郡主走得有些近了，切勿感情用事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还请公子早做决断。这个病秧子怎么好几天都没消息了？哎，我听说那双生子的事是景世子告诉皇上的。你听谁说的？就是那日王府被围时，我去给那些侍卫送饭，听他们讲的。谁让你们在背后嚼舌根的？小姐，没有证据的事不要乱讲，谣言都是这么传出来的，知道了吗？奴婢知错了。下去吧。彩莲，你在干嘛？小姐，明日是1年1度的乞巧节了，奴婢准备一些水果和彩绸，好和您一起乞巧啊。乞巧？没兴趣，我还不如在家睡觉呢。哎，小姐，明日是7月初7，可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，这全帝都的公子和小姐都要出去游玩的，您怎么能在被窝里睡觉呢？那这乞巧节就是情人节喽？情人节？这个死没良心的，一点表示都没有。小姐，说不定明日景世子也会约您出去，您不提早做些准备？都要做什么准备啊？比如说，准备一些能表达自己心意的东西给景世子。哎，不如你教我做香囊吧。多谢多谢。郡主，放我进去！郡主，你让开！郡主，我家主子真不在家，你下次再来吧。他人去哪儿了？我好些日子没见到他了。主子的事儿他不说，我也不敢问呢。郡主，你就别为难我们做下人的了吧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辛苦贤哥大人替我转告一下，说我来过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
一定转告。哎，郡主，郡主，我家主子真不在家。你给我出来！郡主，